当我们走过变幻莫测的城市，有些事情常令人疑惑，但是世上最重要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却完全不能掌握。我相信一上纲名叫哥哥堂，我相信这永恒海角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时间成过去，我仍然信靠古老释迦。我相信那被钉十架的主耶稣，有能力实现生命来临。因他使我全改变，赐下新生命，十字架使我生命更新。我相信一上纲名叫哥哥堂，我相信这永恒代价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时间成过去，我依然依靠古老释迦。我相信一上纲名叫哥哥堂，我相信这永恒代价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时间成过去，我依然依靠古老释迦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时间成过去，我依然依靠古老释迦。